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呢是我们的代降节第二主日，那我们也高兴，今天有4位刚好一家人要来受洗，所以很切合我们在代降节的时候一起领受这个美好的祝福跟信息。那代降节在我们台湾的基督徒来讲，可能不是很明显，因为好像没有特别的仪式，或是特别的一个典礼。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备跟月份。那我们要透过这个信息，这个圣经经文来一起来分享。我们先来做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美好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寒流来的时候，大家能够用热情来聚集，一起敬拜神。我们也透过你的话语一起来学习，求神亲自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心中的旨意，以及教导我们怎样来进行我们前面的道路。感谢赞美主，求你亲自来保守，让我们一起听跟讲都同样得到造就。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主题叫等候、盼望与拯救。那我们就都知道，我们教会把代降节这3个字放在我们的一个基督教的节期里面，而且连续4个礼拜。我们不只是知道这个外表的这个名称，而是实质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占重要的位置哈。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等候的一个经验哈。那如果是一件让人家觉得很无奈要临到的事，那你等候会觉得，这个如果能够不要等多好啊！比如说以前呢，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可能比较没有这个感觉了哈。在牧师那个时代要当兵哈，要等候真的很累，感觉上好像我这整个生活完全要脱节了，要重新换一个生活方式。那第一个就要先把头发理光。也许你对这种比较属于生活上会让你感到非常挑战的，你的等候会觉得有一点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结束。但是如果是你等候一件对你人生很重大的事情，你是希望能够达成了，你对等候就会觉得非常期待甚至好像说恨不得赶快日子早一点到。比如说昨天呢，我们为了我们教会的青年小组的意涵来举行婚礼。我想对于意涵跟家燕来讲，他们夫妻大概是从去年就开始筹备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最美好恩典的时刻。感谢昨天一切的那个典礼都非常顺利了，虽然天气很冷，不过在里面很温暖哈。那我相信你的人生当中有很多是等候的，但是那个等候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当临到的时候，对你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这是我们在平常生活上的经验。那牧师不用多讲。不过呢，我们如果从整个教会的一个信仰的观点来看，我们从这2段经文以及这个代降节要一起分享一些神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哈。那经文等一下牧师会再做一个复习啦哈。那我们要迎接12月25号圣诞节，耶稣降生到底对世人什么样的意义？通常这个我们应该自己都能理解，不过我把它做一点归纳。耶稣降生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见呢，神给我们很多美好的恩典。首先是主耶稣的降生，因为他是爱，为世人来降生。为世人降生的意思是说，他原来不必，他也不用，但是因为爱了世人，对世人的一个爱，无条件的爱，所以他愿意为世人屈己。屈己就是委屈自己的意思。他原来不用，也不用我们说累赘麻烦不用，但是他为了爱人，为了救人，所以他降生，成为为世人的降生。第二个是我们在迎接主降生，不只是期待那一天举行热闹的圣诞节活动party 啦或是很多热闹的一个礼物的赠送，那是应景的节目没错，但是最重要的是盼望跟拯救的时刻，我们从神那边得到这样的确信。第3个也是重要的，就是耶稣降生是迎接和好的时刻。什么叫和好呢？也不是说言归于好这么简单，
和好是真正的赦免，和好是真正的接纳，和好是不只是人跟人之间那些冲突能够化解，还包括族群跟族群当中人跟世界，人跟这个社会人跟这个大自然都是一种和好。就是说，神的创造是美好的，我们要回归到主耶稣救赎我们，那让你所处的社会，包括你自己得拯救，而且愿意发挥你基督徒的影响力，去让这个社会更和好。那这个都是在我们整个迎接耶稣降生的意义当中很重要的成分。不过呢，牧师要做一点分享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是2019年的时代了，耶稣的降生是2000多年前的事，所以我们今天在庆祝圣诞节呢，你的理解是已经超越时空，第二个是超越了那个节目的流程了，我们是等于是后世代在迎接主再来的基督徒，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迎接主降生，应该有这两层的更深层的意义，等于就是时间上的跳跃。第一个，我们是在迎接主耶稣降生，因为我们把耶稣降生的日期是定在12月25，所以他降生是我们期待的这个时刻。但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经历了，包括初代的门徒，他们都经历了主耶稣一起传福音，主耶稣为世人受苦钉十字架，还包括他受死、埋葬，然后第3天复活。后来耶稣又升天，然后跟门徒讲说：“你们看我怎么样被接上升天，你也要看见我怎么来。”换句话说，从我们现代的基督是已经把这些耶稣的救赎都完整的一个接纳，所以现在的基督徒不只是迎接主降生这个单纯的这个事件，而是迎接主再来。我们可以把它解释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他第一次的来临，然后耶稣要在有一天重新再来，他要掌管这个世界，要除去一切世界的一些污秽跟罪恶，然后他要审判，他要再来拯救所有信靠他的基督徒这些都是我们在期待。那代降就增加了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就回顾这个历史我们可以从一些资料去做一点整理的代降节的那个历史流传是非常久的。首先呢，我们要了解说，主耶稣的出生当时是没有人注意的啦。除了我们这样常常讲说东方的博士，对不对？还有那个在旷野在照顾羊群的牧羊人嘛，对不对？还有那个博士呢，跑去找希律王说，有一个王要在这里诞生我们跟着这个星星走了。那其他人根本不了解，对不对？所以更何况耶稣出生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平凡的家庭，在约瑟玛利亚的平凡的家庭，那个时候根本没人注意他。是耶稣在30岁出来开始受洗传道了，才慢慢把这件事情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历史的一个事情。那耶稣3年的传道，后来就被钉十字架，这些故事我们会在每一年的受难周、复活节重新讲述。不过，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前300年，那个时候因为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罗马的帝国根本就是在迫害基督教，所以你想，基督徒有心去庆祝耶稣降生吗？耶稣的生日根本就没心情，而且他们也不理解到底耶稣是哪一天降生的，只是从路加、从约翰福音去看到说，耶稣是这样出生，但是没有人家告诉你日期因为那个时代资讯根本不够充分。他们在意的是什么？因为随时在遇到逼迫，随时会被抓进关监狱，随时会被送进那个斗兽场，就是进去到那个跟狮子一起搏斗的那种竞技场。所以他们是注意什么？耶稣的教训，而且被钉十字架，还有他的复活。而且他们
当时在期待说耶稣随时再来，因为耶稣就这样给他们宣告嘛。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基督徒初代的基督徒生活，他们为什么会比较属于一种集体式预备心？比如说，他们玩物公用，他们变卖所有的，他们去济助穷人，他们聚集在一起礼拜、祷告、擘饼，是为了他们的理解是随时耶稣要来呀。那你不预备心怎么可以呢？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所谓圣诞节的这个庆祝的概念。但是呢，随着教会的历史越来越演进，然后罗马帝国也接纳了基督教了，让基督教能够公开的来传福音，来建立教会。所以呢，当时一些初代的一些非常有思想的一些教父，教会也可以算是说教会里面最让人家尊敬的一些牧长他们有非常棒的神学思想，他们写了很多神学的书籍来解释，从保罗从新约圣经里面解释的耶稣是谁。所以那些教父，初代的教父是等于建立现代教会模型的一个先行者，因为他们从使徒的教训，他们从保罗的教导，慢慢把这个教会的规模建立了起来。好，他们发现说，我们不只是期待耶稣耶稣的再临呢，我们要好好的注重这件事情，是因为主耶稣他说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那上帝道成肉身，这个是天大地大的事啊，我们不是要纪念他吗？等于是把耶稣的一生，从他出生到他受死，都完全放在我们教会的纪念里面。所以开始这些教父，我们这些的主教开始做这样的教导，开始重视耶稣的降生。不过我们也知道当时呢，因为不知道哪一天真的是不知道哪一天是耶稣的降生。后来经过历史的演变，我们说教会呢，它会在地化，就跟这个文化来结合。所以呢，当时有一位非常出名的那个教父叫做屈梭多摩他就说服了当时的一个领导者、统治者说，是不是教会用这一天来纪念耶稣的降生？哪一天呢？就我们现在习惯的12月25号。为什么会定12月25号？因为那一天原来是罗马人，或者说罗马的文化当中，在庆祝太阳神的生日。那这个太阳神的庆典呢，其实跟我们台湾的习俗比较近的是什么？是冬至，或是说，应该是就是说，太阳在北半球最弱的那个时刻因为准备开始过了冬至之后，太阳又慢慢照射的时间越久嘛，所以古代人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说赶快来庆祝，请太阳再重新回来，那个光照我们热量再进来，所以他们用那个时间来庆祝或者说纪念。但是他们这个教父说，你们在拜太阳是你们一种敬畏也没错，但是太阳本身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他们就告诉他说，你们应该拜真正的光是耶稣，而不是只是这个物理性的太阳所以慢慢就把它这个日子用耶稣的降生来代替原先的太阳神的生日。那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说，当罗马帝国已经接纳了基督教当国教之后呢，教会可以就是公开自由的推广建立，那教会当然进步很快。他们就遇到这个很大的困扰，因为原先的罗马人呢，他们对于庆祝这个太阳神的生日就是已经我们所说的世俗化了啦。吃喝玩乐，借这个机会喝酒什么的，反正百无禁忌。因为那个节期政府不会管，很像我们台湾的有一个习俗，我听说在乡下在春节的时候可以赌博，公开赌博，因为警察不会抓。我不知道有没有被抓，我不知道，但是好像有一点法外开恩的意思但是当时的罗马帝国这些人，他们在庆祝神明的生日，但是行他荒淫
放肆放荡的之时了，那就等于整个，算是说那个整个节期的文化非常的低落，所以这些教会的牧者他觉得说，用这个来改变是最有效果的，因为我们改来信来庆祝耶稣啊，我们要敬拜神啊，把那些坏习惯移掉。就好像我们台湾呢，我们常让人家诟病，虽然是不同的宗教，我们不是批评，但是我们发现说，有一些迎神赛会呢，表面上也是求神来祝福，对不对？但是私下那些阵头，对不对？那一些在游行的队伍啊，哇，大家为了抢教啊，打起来耶，而且啊，用比较武力的方式哦，好像我把这个教抢过来，就是我们这边得福气。用那种跟神明抢的这个信仰，已经失去那个本质了，敬畏的本质了。那何况当时的罗马太阳神的敬拜也是这样子，所以教会是应着，等于说顺着这个文化的脉络，把它做一个改变。后来慢慢就变成圣诞节的庆祝。那也因为这样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的典故，因为早期大家庆祝太阳节、太阳神，大家都热闹狂欢啊，对不对？那你突然间要敬拜耶稣、纪念耶稣，你总不能说完全把这些除掉，把那些元素留下来，也是热闹欢庆的意思哈。不过就是除掉那一些重酒这个喝酒啦、狂欢的那一类，所以也就是把那个庆祝的那个元素都留着。那就是当初我们教会到现在，你看我们现在越演变，因为各地的教会在庆祝耶稣，这样就更多的多元化哈。比如说我们会有花啦，有那个圣诞环啦哈，有圣诞树啦、圣诞灯啦，还有我们有小朋友送那个姜饼屋啦，那一大堆的节目都是从北欧、中欧还有欧洲世代他们教会慢慢演进过来的。但是基本上用庆祝的本质是这样子。不过我们发现那个时候，因为300年了，教会的历史已经演变了那个教会扩展越来越广了。其实有一些地方他们没有受罗马文化影响的，他们就认为说，要庆祝耶稣降生，当然我们一般说生日吃蛋糕很正常，对不对？热闹是没错，但是我们是要庆祝耶稣来救我们的，只热闹够吗？所以他们就用一种态度，在北欧的基督教会，他们用悔罪、忏悔的方式来举行，所以他们就会在推出禁食祈祷的礼仪来举行耶稣降生前的代降节，表明真实的身心悔改认罪。那所以你就看见说，特别是往东正教那个系统，他们就不一定用太阳神，因为他们那个没有太阳神啊，所以他们定的日期不一样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圣诞节都是12月25号。圣诞节大家都热闹点圣诞灯没有在很多北欧跟东方的教会，他们是用元月6号，用元月6号来庆祝圣诞节，因为他们的典故更完整，因为他们既然没有办法用出生证明政府登记耶稣哪一天降生，所以呢，他们就用耶稣在开始出来传福音，对不对？我们知道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施洗，然后圣经有讲说，这个时候圣灵如同鸽子从天上降下，等于是早期耶稣他是比较属于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跟妈妈跟家人一起工作，一个平凡的工作者。然后等圣灵降临之后，他就神性在那里面了，他开始行神迹，开始传福音。所以基督教有一个节期叫主显日，主显日有没有？主耶稣的主，显就是显明的显，或者说主显现节，表示说用主耶稣受洗、圣灵降临作为他们纪念的方式。所以他们就后来就用元月6号把耶稣的出生跟耶稣受洗结合在一起。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常用的这个圣诞的这个英文叫 Christmas，Christ 就是 Christ 的意思哈。那 Mass 我们就天主教用 Mass 就是那个弥撒，所以应该原始的庆祝圣诞节没有什么狂欢热闹，应该是纪念耶稣的
祭典啊，基督的祭典。那这些文字也很清楚的描述在原始的一个根据里面。所以呢，我们在这2个礼拜有看了一个卢俊立牧师他的一个文章，他有讲到说，这4个礼拜天有特别的意义，要纪念这4件事情。第一件是什么？纪念主耶稣的道成肉身，因为他成为人，是他出生最重要的。第二个，思想耶稣为人类的罪而死，因为他来的目的就是这样子。第三个是纪念耶路撒冷的毁坏，因为我们知道后来耶路撒冷被完全烧掉了，就剩下现在的哭墙，有没有？西墙啊，我们现在有人去耶路撒冷参观，就会看到这个西墙，很多人在那边祷告。再来就是耶稣要再来，因为我们在这个后世代已经是在迎接主耶稣再来的时刻，所以进入代降节里面重要的意义了哈。那我们看到啊，牧师后面这个讲台上面有这个圣诞花环，还有蜡烛，它也代表了以下的意义哈。我们每一个主日多点1支蜡烛，那桌上有一个圣诞的绿色的花环哈，那里面有4支紫色的蜡烛，1支是希望，代表希望；第2个主日信心，第3个主日是喜乐，第4个主日是仁爱。用这样来代表耶稣降生所带给世人的一个重要的主题精神来表达。然后我们在等圣诞节那一天，就是中间有1支白色蜡烛，通常有的是布置的白色蜡烛比较粗一点的哈，代表主耶稣他的降生，也提醒会友要预备心，用灵修祷告悔罪来迎接主，预备主。所以基督徒，如果你在热闹庆祝的心态之余，也了解说这样很深的属灵的意义在我的心里面，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很慎重的，所以要用4个礼拜来准备。那我们教会比较习惯的很多人是在复活节前40天，我们在一起做禁食祷告，对不对？这是我们比较常有的，好像觉得复活节是耶稣受苦嘛，所以我禁食是比较好像那个比较合适。但其实有的教会是为了迎接主降生，也用这样的方式在纪念。那这是一张有人制作的一个图，代降节花环哈，跟蜡烛的图了哈。那这个图里面都有写第几个主日的一个代表哈。那这个图片可能很多人可以找得到，我只是说介绍说它的样式是这样子。那这个代降环代表什么呢？代表说这个有绿色的叶子，代表生命的更新。然后那个圆圈代表长存永远的盼望，所以那个圈圈这个意思哈。那蜡烛又代表什么呢？蜡烛是等于是我们这个放弃黑暗，迎向光明的意思哈。那也是就是看到亮光，就是迎接主降生。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在黑暗的百姓，在期待看见光哈。这个是这个圣诞环的一个重要的意思。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代降节它核心的意义就是等候盼望拯救的时刻，这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借着这个节期一直在提醒。比如说有的弟兄姐妹今天才要受洗，他就理解说原来我受洗的意义是这个啊。那有的是从小就是基督徒了，那你要从每一年就一直了解说我来教会，我领受圣餐，我参加聚会，是因为我的生命跟神的连结的关系，我要被拯救。所以呢，代降节一般的定义是什么？是罪孽、自我跟地狱被释放出来。这我们这一般的定义就是我们被拯救嘛，所以从罪孽跟自我跟地狱被释放出来，就是拯救的定义。那我们也一般也可以从这个是比较属于教理性的了哈，我们说教义性的一个理解，但是重点是我们要把它成为生活化，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去看到这个拯救的意义。那这个对你我在日常的生活、家庭生活、工作、生命过程就很重要了。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呢？它是积极的定义是这样子：你一生会遇到很多负面的事物。比如说本来好好的没想到今天到公司就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在打扰你。有时候你人生的境遇，有时候可能考试只差了1分，就人生的方向就不一样了。有时候我的
业绩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间掉了，或者说，我在应试啊，明明这个人的能力比我差，为什么他得到我没有得到？人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没有办法去预料那我们从主耶稣的降生这种力量，是从负面的事物、人生的境遇以及各方面软弱的部分被拯救出来，那是一个代降节的意义。第二个，我们为了得着更美好的生命而被拯救，我们愿意用幸福小组，我们愿意在小组当中带领新朋友来信主。我们拿什么给他呢？不是因为在礼拜堂里面有吃好的、喝好的，对不对？好像在住那个很好的旅馆，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因为我们刚才上说，你最根本的生命要被改变，你的生命的品质要被提升，你的人生的方向会得神更多的祝福。那这个才是我们让他得着这个生命的拯救重要的意义。再来就是，上帝还赐给你自由跟力量，来实现你的人生的目标。因为我们知道，人无论是靠自己多么好的预备，或多么好的资源，无论是人的资源还是物质的资源，你都没有办法掌控一切。我们看这个世界很多世事的变化，是你没有办法预期的。昨天还好的，今天这个政权已经倒掉了。一个原先是被人家看不起的，或者说根本没有什么知名度的，突然间他因为某一种表现成为著名的人物。有一些选手，他比赛平常都没办法下场，就因为那个主将受伤了或怎么样，不能下场，就教练不得已就你下来，那就一鸣惊人。很多事情是让人家无法预料的。不过呢，基督徒要学会知道说，上帝赐给你自由跟力量，是生命给你的养分，让你去努力实现人生的目标。也许神还会调整你的目标，因为原先你追求的目标是这样，后来神说不对，是另外这个目标更高、更高超。就好像我们之前在听盛小梅，对不对？这个歌手他在这个见证的时候，他先生也出来做见证。他先生说：“原先我是专门在做房地产的啦，哇，能赚更多钱，买更多房子，那这是我的人生目标啊。”他没想到，上帝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给他，因为发生了那个世界金融风暴，所有的房地产都归零了，那怎么办？人还能够靠自己吗？他以为自己能够掌握一切，但世界的变化他能掌握吗？所以他就回归了以传福音赚灵魂，比他赚钱更喜乐。那就是人生一个目标，神会给你做一个命定。所以我们读到圣经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路加福音2章11节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你们的拯救者主耶稣已经降生。”这是一个宣告的话，但是一带来改变的话。降生带来什么样呢？我们在接续刚刚讲的这一些，在你的生命当中得到的改变。第一个，主耶稣的降生是为罪跟自我得救赎，跟前面有一些关联哈。你本身得救了，所以耶稣的得救是耶稣的拯救是跟你有关的，不是一个外在的，而是跟你自己。第二个，主耶稣的降生是你生命的捆绑会得自由。我们什么捆绑呢？有一些人因为太在意自己了，很多事情觉得好像这个社会对我不公平这个环境对我不公平，让我怀才不遇，很多捆绑，很多心思的一个搅扰在你里面，你怎么样在神里面得到释放？就像上个礼拜王宗义牧师给我们讲到很多事情，你发现说大部分人都会遇到这些困境但是你都把一切都归咎别人。到最后，其实真正需要救的是你自己。所以你当自己释放了，不是你赦免别人自己才快乐，而是你发现被医治了，你就不用再怪罪别人了。那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在人生当中，耶稣的降生跟你的整个生命的改变都有关系。还有，主耶稣的降生也会从别人的错误期待得释放。因为我们在这个群体的社会当中，家人也好，亲友也好，或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同学，还包括我们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架构里面，包括你的公司你的整个这个职场，
很多人在期待你这样这样这样，但是你到最后发现说，好像我做的都不能让我自己满意，只为了别人的期待而活。我有这个头衔是因为别人期待我，我的太太期待我，我的家人期待我，但后来发现说，好像都活不出自己，所以就把自己从期待当中得释放。我前几天听到一个广播很有趣的哈，因为他这个落差蛮大的。有一个女生呢，她父母亲因为也都是教授，所以就期待说你要读医科啊，将来当医生，就是得到我觉得最大的期待这样。而且她也很认真的读书真的也是考上医学院的，而且得到医学的这个学位，还得到医生的执照。不过她当走进去医院服侍的时候，她发现说，不是我没有救人的意愿，是因为这个环境我觉得很不快乐。因为我们知道在医院里面不是伤痛的，就是病死的哈，不然就是很多有疾病哀哭人才会进里面。他觉得这跟他的个性不合，到最后他只好跟他父母亲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再当医生了。”他竟然去干嘛呢？他觉得后来去当那个电视购物台的这个购物的那个主持人，哇！他觉得哇，他可以把一件东西讲得多么好，让大家花钱来买，他觉得很快乐。当然，这个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学。我是在讲说，人有时候会觉得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还是这个成功好像不是我的，是为了别人的成功，为了父母亲的成功。但是我觉得我做了这个钱，他说原先从一个医生20万块的薪水，突然间开始做这个购物公司的宣传的时候，底薪是1万多2万块，他是做得很快乐，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不希望从别人的期待当中活着。那人怎样发现自己活得自在，而且发现上帝在你身上的命定，这也是主耶稣降生对你的帮助。再来是我们从很多不好的习惯当中得释放。我们知道人的有很多软弱，上个礼拜的王牧师的演讲当中，很多人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感染了所谓的毒品，或是酗酒，或是很多不好的坏习惯，打电动，包括赌博，这些都是恶习啊。但是再怎么戒都戒不掉，怎么办法都戒不掉。前几天不是有一位歌手吗？被他太太告密啊，被抓去啊，因为他被毒品限制的，他太太没办法，他只好请政府来帮助。很多人用自己的方式都走回头路。不过他遇到真光，遇到主耶稣，他知道生命有一个新的盼望，他的价值观一改变，那需求就没有了。很多人做见证人很有意思，他说：“奇怪，我天天烟不离手的，我天天酒不离开的，为什么突然间我对这个都没有兴趣了？”因为神从根本改变了你。感谢主，最重要的是主耶稣的降生，让你从惧怕死亡来得释放。因为人在没有生命的盼望的时候，会发现说很怕死，因为再来不知道什么样，我会不会像一般人讲的，会到那个恶鬼道，或是到所谓的那个地狱被折磨呢？自己没有信心，因为我们人常常会犯错啊，所以那些好像那些恐吓，让你真的心里面有很大的恐惧啊。当我们得到上帝的应许之后，你知道说我是要被得拯救的。我有一天虽然有罪，耶稣已经洗净我的罪，我要重新得到新的生命。我们刚读了刚才的圣经诗篇118篇是一段祷告。他说要感谢上主，因他至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证明神的爱是永远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打折的，不是春夏秋冬的，是神永恒的爱。然后他用不同的人来赞美这件事情，来见证神的爱。他说：“愿以色列人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还有愿上帝的祭司在旧的圣经有讲说，亚伦就是祭司的一个系统，他们也这样子来祷告称谢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再加上全部所有人，所有敬畏上主人也是这样，他的爱永远长存。那这样在证明神的救恩是恒久的，不打折的，不挑时间的。
所以他说：“我在急难中求告上主，他回答我，释放了我。”这个诗人就这样子做这样的见证说：“上主与我同在，我就不至于惧怕。血肉还人能对我怎么样呢？”他在讲的是一种世俗的力量，世上的力量没有办法来超越。那基督徒就是要寻求这样的能力，从耶稣的降生得到这样的祝福，这个恒久的爱会再透过主耶稣的拯救到你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话语、这些习俗，我们可以归纳成代降节真正的意义是，上帝要送给你一份最贵重的礼物。我们都知道礼物我们都很喜欢我们都很喜欢。但是有些礼物用吃的就吃完了，用了也会坏掉。那有一天发现说还有更贵重的，你说原来的礼物就不大会喜欢了除非说你是很真正有意义，比如说你的另外一半送给你你觉得很贵重，一直保留着，虽然很便宜，但是还是非常珍贵。不然的话，我们会觉得一再更换。不过代降节这个贵重的礼物是主耶稣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来给你的，不是用钱衡量得住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礼物。第二个，这个礼物是最持久的礼物，而且可以唯一持续到永恒的礼物。就像刚刚诗人所讲的，他的爱永远存在，主的爱慈爱永远存在，而且它还是一份最实际的礼物，因为你每天都可以使用。就刚刚像我们讲的，我们人都现在很多这个现实的生活变迁的社会，你面对的人事物当中很多搅扰，很多挑战，正面负面的一大堆，你怎么样从神的爱里面去找到一个方向？就像诗人讲的，这些凡人没办法对我怎么样，因为我有神可以依靠。那基督徒最重大的就是在这里，你如果掌握到这一点，无论你是吃好喝好，或是生活很平滑，你都不会觉得对你有什么样的困难，因为你有一个最永久的依靠。刚才我们又读了加拉太书4章4到5节，他说：“但是时机成熟，上帝就差遣了自己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活在法律下，为要救赎在法律下的人，使我们获得上帝儿女的名分。”这句话在印证所谓的代降节耶稣降生的意义。因为耶稣他原先在天上，他没有这个义务，或是没有这样的需要，一定要道成肉身成为人，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差自己的儿子透过玛利亚所生，活在法律下，就活在人的一个环境里面，而且他要救赎我们这些在法律就是有罪的人，耶稣这样让我们成为上帝儿女。那这个是最珍贵，你最需要掌握的。我们求神让圣灵的感动亲自让你有这样的体会。刚刚我讲了，人的拯救不只是个别的。我们看有一首圣诗是我们教会的新圣诗那这首新圣诗现在有翻译成国语的啦。那可能我们第2堂礼拜的比较少唱，我们可以读这段诗词，知道说，耶稣的降生对我们的最大的意义。他是在圣诗的42首，他说：“来，主耶稣众所盼望。”这段文字让我们感到说，这个耶稣的降临是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拯救。他说：“让子民得着自由，使我们不再受压迫，众生命得你保守，解放一切受苦人们，得脱离邪恶势力。你的爱使我们确信能明白生命意义。”这首诗歌是巴西的基督徒所写的，大概在20世纪末才完成的。他把信仰的意义放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想你唱这首诗歌，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你会发现说，我们
看到耶稣带来的盼望。我相信在这个代降节，香港的教会基督徒唱这首歌一定非常非常有感，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香港的前途到底要怎么走，人民抗争到底能得到什么，警察跟政府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面对，到底百姓买不买单？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台湾是一个经过几十年奋斗成为民主的社会，我们都有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正反面的意见，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大家只是在电视上吵吵闹闹，或者在网络上群组上，大家来发个文发泄一下自己的思想。但是香港是实际真刀实枪的，在面对为自己的生活在全力在斗争。所以我们不是说耶稣来要好像一个战争把所有恶人都杀掉，不是这个意思。是耶稣来让我们基督徒看见我们的责任，让我们将神的祝福跟恩典，让这个社会更和谐，找到一个共通点，目标是活出生命的意义。第二节也这样说：来，主耶稣，你做仆人，让世界成为新创造。现在我们不只是人为的社会的一个冲突、权力的斗争，现在21世纪的人类呢，是跟这个大自然在抗争。大自然要带来毁灭的力量，我们看到50多年来都没有碰到过的威尼斯，整个城都要沉到海里面了。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到底以后要去参观威尼斯这个古城，要用潜水艇吗？因为已经下陷，地层下陷很深了，再加上暖化，那神的救恩难道不是跟这个大自然的得拯救有关吗？你天天吃的鱼、喝的水一大堆塑胶为例，难道不是上帝拯救的一部分吗？所以他说，使世界成新创造，而且万国都得新活命。这个有点这个是台语的样子，好，对不起，没有切过来。那众邪恶归顺真道，全力敞开光明未来，让圣国临近身旁，除去人类所有悲伤，不惊惶，有新盼望。换句话说，主耶稣的救赎不只是个人的，还包括整个邦国、整个世界、整个环境，因为所有的地球都是神所创造。主耶稣的救赎也不只是人的灵魂，而是整个世界。求神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在迎接圣诞有这样的理解，有这样的学习。